望嶺書屋，在南方群山深處，有一個被霧氣常年籠罩的小鎮，名叫麥林鎮。鎮子古老偏僻，外人鮮少踏入。當地人都說，夜晚的麥林鎮，連風都帶着哭聲。一、陌生的書屋。大學生李晨是個熱衷探險和靈異事件的人，他在一本舊地圖上發現了麥林鎮的位置。聽聞鎮中有一間廢棄的書屋，據說書屋裡收藏着可以與亡靈交流的古籍。李晨決定前去探查。傍晚，他沿着崎嶇山路來到鎮口，霧氣厚重，鎮子空無一人，只有破敗的牌坊和殘舊的街道。街角站着一座斑駁的書屋，門半掩着，門口的招牌寫着4個字：望嶺書屋。李晨推門而入，迎面撲來一股陳舊潮濕的氣息。書屋內部陰暗狹窄，灰塵覆蓋着所有書架，仿佛多年無人踏足。最中央的書架上放着一本古舊的黑色皮革書籍，書頁泛黃，邊緣破損，上面寫着《雲影錄》。2. 打開禁書，李晨小心翻開《雲影錄》，墨色字體如同活物般蠕動，仿佛在他的眼前組成句子：讀我者，雲將隨我。忽然，書屋裡響起低沉的腳步聲，李晨猛然抬頭，發現四周的書架間似乎站着人影，卻模糊不清，像被霧氣包裹。每當他注視書影，書影就消失，似乎在躲避他的目光。書頁繼續翻動，仿佛自有意識，上面記載着鎮上居民的名字，存有他們生前的點滴生活。李晨的心臟狂跳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旁邊寫着：離此地越近，雲越難返。3. 夜半低語，夜色籠罩，李晨決定在書屋過夜。夜半時分，書屋裡傳嚟低低的細語聲：為什麼來到這裡？為什麼要看我們？聲音幽怨而尖利，仿佛從地底傳嚟，又像在他耳邊輕語。李晨手抖着打開手電，發現書屋角落裡堆滿了人偶般的紙人，每個紙人的臉都畫着他熟悉的人，包括已故的鎮民。他看着其中一個紙人，猛然發現他的眼睛在閃爍着公光，仿佛有生命般盯着自己。他試圖逃離，但門口的光忽然消失，書屋被濃霧包裹，仿佛自己陷入了一個魔準的迷宮。紙人緩緩向他靠近，手臂像影子般伸出，聲音在他腦中響起：留下來，永遠留下。4. 鏡子裡的亡魂。李晨慌亂中撞到書屋後牆的破鏡子，鏡子裡映出的不是他的樣子，而是一個滿臉驚恐、眼神空洞的自己。他伸手觸碰鏡面，冰冷刺骨，手掌穿過鏡子，觸到一陣陰風，他的身體一瞬間被拉扯進鏡中。鏡中的世界灰蒙蒙，街道上佈滿了亡靈，他們向他伸出手。李晨驚恐尖叫，卻發現聲音在鏡內無法發出，四周回響的只有死寂與低語。他看見鏡中自己逐漸僵硬，皮膚變得蒼白如紙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扭曲微笑。原來真正離開書屋的人，只有鏡子中的影子，而現實的李晨早已化為書屋的一部分。5. 鎮子的秘密。天亮時分，麥林鎮的街道恢復了平靜，外人眼中，書屋門口依舊空蕩蕩，鎮上居民若無其事。有人經過書屋，只佢看到一個舊書架和一本封閉的古書。但偶爾，有膽大的村民或探險者說，夜晚他們看見書屋窗裡映出一個人影，正翻動着一本泛黃古書，嘴角掛着陌生的微笑，而那微笑，正觸於多年前消失的探險者李晨。麥林鎮的霧仍舊厚重，風聲裡急雜着細語。歡迎來到書屋，永遠的書屋。